是来自盈江的6号选手岳金春，今年18岁，身高1米61，体重49公斤，赛位66、51、71。岳金春为我们展示的服装呢，简单大方，具有亲和力。它运用了紧托布料、银桃，结合现代晚礼服缝制而成，充分的体现了高贵与典雅。 是10号选手包总诺，身高1米62，体重55公斤，3围85、73、93，今年23岁，来自芒市赛区。 来自昆明赛区的16号选手木然湘南，今年21岁，身高。 选手麦亚，身高1米70，体重55公斤，3围84、63.5、94，今年22岁。